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。今晚深夜到朝早，世界盃分組賽次輪，輪到 I 組同 J 組有4場激戰。頭場係焦點戰，阿根廷對奧地利。阿根廷上場3-0贏阿爾及利亞，美斯大演帽子戲法，狀態好 fit。奧地利上場雖然贏約旦3-1，但過程波折重重。呢場對住實力始終高一班嘅阿根廷，奧地利想要搶分係好難。第二場法國對伊拉克。法國上場3-1贏塞內加爾，麥巴比係梅開二度。呢場對住小組實力最弱嘅伊拉克，法國一定要贏。伊拉克上場雖然輸俾挪威1-4，但成場比賽完全冇死守。呢場面對爛打嘅伊拉克，法國要贏嘅話都要加多幾錢肉緊。第三場挪威對塞內加爾，挪威上場4-1大炒伊拉克，火力十足。嗰場比賽夏蘭特梅開二度，奧迪加特繼續喺中場派牌。塞內加爾首戰就1-3不敵法國，面對歐洲強隊防線成日受壓，所以呢場都係睇好火力同狀態佔優嘅挪威贏波，鎖定出線資格。尾場係約旦對阿爾及利亞，兩隊第一輪都係輸波，呢場邊隊輸就幾乎肯定提早畢業。約旦首戰就係面對奧地利，係輸1-3，全場反擊踢得有板有眼，但整體防守漏洞比較多。阿爾及利亞呢邊雖然首輪大敗，但陣中有馬列斯等球星壓陣，呢場都係睇好佢哋贏波反彈。咁今日先講到呢度，聽日再同大家 update 埋其他賽事。